多謝主席。主席，北部都會區係香港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長遠發展嘅重要引擎。中央亦都高度重視北都發展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今年2月視察河套香港園區嘅時候，明確提出希望特區政府要勇於改革，敢於破局，不斷創新。要成功發展北都，我認為政府不論喺思維、政策上都要引入創新嘅想法，並且就相關嘅法例同埋程序拆牆鬆綁，令大家盡快睇到北都嘅成果，為香港引入唔同嘅經濟新引擎。北部都會區係上屆政府於2021年提出，而今屆政府係積極加速北都發展進程，例如係修例精簡法定程序，並增加資源投入。現時大型發展項目從生地變熟地嘅時間已經由過去嘅13年大幅壓縮至7年，至今已經收回咗400公頃嘅私人土地，亦都已經平整咗80公頃嘅土地。北都提出至今接近4年，部分嘅項目開始漸見雛形。政府亦都喺北都提出試行片區開發模式，邀請私人發展商綜合開發，借助市場嘅力量加快土地發展之餘，亦都能夠減輕政府嘅財政負擔。3個片區早前收到超過20份嘅意向書，足見市場看好北都嘅前景。政府將喺下半年就片區招標，期望政府可以加快工程審批同埋壓縮行政程序，同時以具體嘅產業政策去帶動，令到建設北都真正做到提量、提速、提效、提質，並且讓各界睇到北都項目有階段性嘅發展同埋成果，從而帶動產業。善用企業資金同埋力量開發北都呢一種創新嘅方法係好嘅嘗試。過去私人主導嘅發展項目需要由不同政府部門審批同埋驗收，過程繁複冗長，不僅增加發展商嘅建造成本，亦都大大拖慢咗發展嘅步伐。要加快發展，政府有必要加強高層次嘅統籌工作，並抓緊項目盡快推進。目前北都辦負責統籌、倡導同埋推動北都發展。我建議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北都辦嘅高層次領導角色，不單要做好部門間嘅協調，更要有促進者嘅思維同埋角色，對唔同嘅行政程序拆牆鬆綁，令到北都工程加快，並且提出更落地嘅政策，進取咁吸引市場嘅力量參與。北都有唔同嘅產業定位，其中重點係包括創科產業，並發展生命科技、生命健康科技。目前引進辦已經引入咗多間生命健康科技重點企業落戶香港，再加上去年已經成立位於河套區嘅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，為醫藥研發機構提供一站式臨床試驗支援平台，推動大灣區臨床試驗合作。我希望政府繼續透過有競爭力嘅稅務、土地同埋產業政策，並且利用地理區域嘅優勢，吸引更多世界頂尖醫療人才同埋醫藥企業嚟到香港，進一步推動北都生命健康科技產業嘅發展，並且將香港打造成為亞洲醫療創新嘅樞紐。除咗將研究轉化成醫療技術，北都亦都可以發展高端醫療。政府喺新田科技城預留咗約2公頃嘅用地，用於醫療設施，可以作為私家醫院發展。面對內地高收入人群增長迅速，醫療保健意識越嚟越強，香港係有潛力承接相關嘅高端醫療服務需求。日後政府可以考慮提出政策便利嘅相關業務發展，將高端醫療成為其中一個新經濟增長點。此外，北都大學城係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嘅重要一環。目前政府已經為大學城預留咗至少80公頃嘅用地。我建議政府及早公布北都大學教育城概念發展綱要，並且制定鼓勵嘅政策，例如以象徵式嘅地價邀請海外名校嚟到香港設立分校，或者開辦課程招生報讀，吸引更多境外嘅學生嚟香港升學，以此深化留學香港嘅品牌形象。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議案。